因應早前多名香港居民被當局以內部保安綱要法嘅理由拒絕入境，35名香港泛民主派嘅議員以及工作人員朝早10點一齊抵達本澳，大部分都順利入境，其中5個人被拒絕入境。不過曾經被拒入境嘅何俊仁、李永達等就都順利入境。劉正報道。朝頭早大概9點，35個香港泛民主派議員同埋工作人員一齊坐船嚟澳門。大概10點20分，成功過關嘅團員逐一出閘，並且擺出成功嘅手勢。入境大廳一度出現，佢哋有5個人，包括李卓人、雷玉蓮、古思堯、曾建成同埋梁國雄，係被帶咗入海關嘅辦事處。咁呢就係按呢個被聲稱佢哋係抵觸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係要11點鐘嗰班船係被遣返香港，但係呢同以前一樣係並冇講到觸犯咗呢個內部保安綱要法邊一個條文，為澳門特區政府呢種無理嘅政治審查，我哋係覺得非常之憤怒。袁國昌就認為事件顯示出所謂嘅政治審查其實根本就冇標準。標準呢就我唔知道係點樣啦，但係呢就好清楚係一種政治審查。咁政治審查作為即係從權力鬥爭嘅角度嚟講呢，政治審查界線係可以隨時按時機而唔同㗎。一行人隨後抵達政府總部遞交抗議信，認為特區政府嘅做法影響咗兩地居民嘅交流，並且喺政府總部外圍張貼橫額同埋抗議嘅標語。泛民議員隨後亦都到咗新澳門學社召開記者會，表達對事件嘅不滿。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